，leader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每个成员都必须准备好有一天担任 leader 的职务。飞行战后的演练会利用叫声鼓励前面的同伴来保持身体的速度，继续前进。当我们在后面叫喊时，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我们必须确定的是，我们从背后传来的是鼓励的声音，而不是嘘声。批评让我们调整步伐，鼓励更能让大家往前迈进。我们一定要彼此鼓励加油。当有一只雁生病或受伤时，其他2只会由队伍飞下来协助保护它，直到它康复或死亡为止。然后他们自己组成队伍开始飞行，努力去追赶上原来的雁群。如果我们一直站在同伴的身边，彼此支持，彼此陪伴，如果我们相互包容，接受彼此的不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友谊的价值，如果我们真的是心神合一的团队，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单纯而快乐，可以一起面对各种挑战。哇，好棒哦！谢谢。哇，我们把我们的福基协会花莲福基协会的纪念袋子呢送给我们这位曹老师，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好，非常的好哈，就是所以呢，团队的不可忽视呢，整个，这个滑鼠。所以团队的力量，那我们同才一起在整个职场，就像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力量。所以一个铁雁在单飞跟群体飞可以增加多少的100%的速度？谁知道？看看有没有认真看呢？来换这位好，换这位伙伴来。好，71个100%，太棒了！来，我们一样呢，我们送给我们这位伙伴来，不好意思啦，技巧卡。恭喜你，要认真上课，71个100%哈。好，最后的结论呢，还是一样会，好，来帮我一下。所以呢，在王成一会整个教育里面呢，哈，我们好，我们在品格的涵养里面、深度里面，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孩子无时以我自己学，这是民族青年励志的典范。古今中外各类